在美国的加勒比海属地波多黎各熊熊大熄灯，有将近90个厝拢无电哦。目前嘛只先开放供电给便宜甲一寡所在，电力公司是表示讲，全部要开放供电，得爱1-2天。2024年上尾天，波多黎各的民众拢伫咧加油站排队买加油。业者打广告讲，因为系统断电，只敢来当收现金，落的钱灯拢无多，店面甲徛家拢摕发电机发电。当地时间30日透早5点半，规个岛大停电，电力公司赶紧抢修，到中昼恢复15%用电。不过要甲90成的人口依然无电通经。电力公司初步调查是一条电下电缆故障，造成全岛大停电。150万人口内面，超过120万人无电通经。电力公司讲，至少爱24点钟到48点钟，才发到全民拢供电。Lamentablemente de hecho llevamos tiempo con esta problemática, pero hace un par de meses que habían rumores que podía haber pasado lo que pasó hoy. Así que dicen que de 48 a 60 horas vamos a estar casi 3 días y pico sin luz. La verdad que 波多黎各自从2017年遭受到玛利亚飓风侵袭了，电力供应一直拢无稳定。就伫跨年的即天，全岛又搁大停电。真侪所在到暗时规个乌麻麻，落去只敢看到车的车头顶，因为遮多是廉价观光季，真侪民众也有游客只好家己靠势讲，真罕的会当伫咧黑暗中跨年。一若东欧国家摩尔多瓦跨年暗虽然有电通经，不过因为甲供应天然ガス的俄罗斯ガス工业公司有债务纠纷，和俄国下令停止供应ガス。恐惊自7月开始，随时拢有能源欠缺的问题，民众正担心。Скумпіряє уна, да не діло газу остаточного, що нас фінічі клазірі, ніч ломіна фортигрів, інтроментунан фортигрів。俄国甲摩尔多瓦对这位认知差正多，协商失败。国加上俄国唯一一条经过乌克兰所送到欧洲的加速管线，2024年年底合约到期。乌克兰无打算要协商继续签约。2024年，真侪欧盟国家拢决定要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靠，安排其他的能源供应方式。俄国的加速工业公司估计损失是50亿美金。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